圣洁。用4種聖解嚟思維自己。你們可以用巴利文，還是用普通話，還是用廣東話，還是不管什麼語言，重要是了解這個意思。唔理係咩語言啊，都可以用，重要係理解呢個意思。那我還是說明本來的語言，這樣意思會更清楚。咁啊，長老都説明本來嘅語言，咁意思會更加清楚。那第一就是阿維利後面，還是阿維羅後面，兩個都可以找到。第一個係阿維羅後面，兩個都可以揾到。那阿維利後面就是我是一個沒有敵人的人。第一個就係我係一個冇敵人嘅人。阿維羅後面就是沒有敵人。就係冇敵人啦。後面是依照巴利的文法有兩個意思。有兩個意思嘅，依照巴利文。我沒有敵人，我願沒有敵人，兩個都是在後面。我願自己冇敵人，或者我冇敵人，兩個都係喺巴利後面文法允許兩個意思。容許有兩個意思嘅喺巴利文。所以你願自己沒有敵人，你也視為自己在沒有敵人的情況。你願自己冇敵人，亦都思維自己已經係冇敵人嘅情況。簡單的沒有敵人。簡單嘅就係冇敵人。我沒有敵人，怎麼樣？我冇敵人，咁點呢？我沒有敵人就能夠放鬆。我冇敵人就可以放鬆。我們會想我們沒有敵人。我哋會諗我哋冇敵人。因為沒有一個特別的眾生，我們特別討厭。因為冇一個眾生我哋特別討厭。不過在我們的心裡面有很多微細的敵人。但係心入邊有好多微細嘅敵人。就是我們的抗議，我們的 resistance。就係我哋嘅排斥、抗拒。所以要了解那個敵人，用比較廣的範圍。要了解嗰個敵人為比較廣嘅範圍。所有的抗議，所有的 resistance，就是我們的敵人。所有嘅排斥，所有嘅抗拒就係我哋嘅敵人。它讓我們覺得不舒服。佢令我哋覺得唔舒服。它讓我們覺得不快樂。佢令我哋覺得不快樂。那第二就阿維羅後面，阿比亞巴就後面，比亞巴扎就是嗔恨，阿比亞巴就沒有嗔恨。第二個就係阿比亞巴扎後面，願我冇嗔恨。不過也一定要了解在那個比較廣的範圍。一定要了解喺一個廣嘅範圍。沒有嗔恨，就是也沒有部位。冇嗔恨就係冇部位。沒有擔心，沒有操心。冇擔心，冇操心。沒有憂鬱。worry 憂愁。憂愁。冇憂愁。沒有 depression。憂鬱。冇憂鬱。沒有所有的不好的心的感情。冇所有心唔好嘅心嘅感情。讓我們壓迫我們的心。冇壓迫自己嘅心。所以沒有過患。所以冇過患。沒有痛苦。冇痛苦。所以可以深入平安。所以可以深入平安。所以帶自己的身跟心在快樂裡面，就是秘密是接受人。所以帶自己嘅身心喺輕安入邊，秘密就係接受同埋忍。不抗議。不抗拒。這樣才能夠成就。咁樣先可以成就。修自信觀關於自己。你修自信觀關於自己。你一定
要让自己觉得很有很不重，很直接，很柔軟。一定要令到自己好唔粗重，好直接，好柔軟。可以順所有的情況。可以順所有嘅情況。這是自信觀。呢個係自心觀。所以能夠面對所有的不好的情況，所有的讓我們受苦的一面。所以能夠面對所有不好嘅情況，所有我哋受苦嘅因緣。那要多多修。要多多咁修。不是我們從今天到明天能夠學。唔係由今日到明天，我哋可以學。要修很長的時間。要修好長嘅情。在我們能夠跟這個境界相應。咁我哋先可以同呢個境界相應。就如果我們能夠跟這個境界相應呢，你很容易。如果可以同呢個境界相應，好容易。幫忙眾生。幫忙眾生。度眾生。度眾生。因為你自己。因為你自己。有對自己的欲你跟他不相應。對自己嘅欲，你同佢唔相應。所有的那些部位，擔心，等等，他們的根本就是在欲。所有部位同擔心，佢哋嘅根本就係欲。欲就是跟欲的相反是什麼？同欲嘅相反係乜嘢？就是喜。就係喜。沒有喜就是有欲。冇喜就係有欲。有欲就不會有喜。有欲就唔會有喜啦。有欲為什麼？因為有部位，因為有抗欲，因為有擔心，因為有傷心，因為有 depression，有欲。有欲係因為有怖啊，有擔心，有抑鬱。一定要了解。在佛教裡面，樂平常是